这个防疫的期间，大家拢较无爱出门，拢转到网络去买菜买食材。也毋过透过网络来买物件，爱加一条运费，所以就卖蒜头的青年农民推出着这个极限箱，就是把蒜头抵予进磅，抵超过唔免运费的重量，帮消费者来省这条运费。 台湾每5粒蒜头当中，就有4粒是对四号来的。这几个月，蒜农拢在整理大蒜头，准备送出去卖。不过，所拄到疫情，餐厅夜车停业，影响到蒜头的销量。很多的餐厅、传统市场，甚至大型的批发都没办法开放这样子。很多农产品就囤期啦，农民现在手上还蛮多干蒜头的，现在真的是面临滞销的状况。 林丰地观察到现代消费者对食安的重视，所以开始替在地年岁较大的蒜农准备资料，申请产销履历，让消费者会使知影家己食的蒜头是对倒位来的。最近刚好店到店的部分，它有一个比较优惠的运费，那我们就可以在店到店接受的最大的重量的范围内，帮消费者装好装满，用最低的运费成本。 林丰地透过网络推出蒜瓣极限箱，将蒜瓣装满运费规范当中上大的重量，替消费者将运费做上大的利用。